有國際金融調查機構喺3月10日出咗一份跨境資金異常流動報告，跟踢爆有一位超一線男明星喺澳門永利皇宮貴賓廳連續玩足7日，輸到碌爆卡，抵押房產物業，資金涉及10億港元。根據該報道顯示，呢一位神秘男星通過離岸公司分17筆過數，累計轉咗8.6億人仔去永利皇宮賬戶，再經錢莊兌換1.7億港幣現金籌碼，前後夾埋輸咗成10.3億。聽聞該男星為咗翻本，更係將北京朝陽區價值2.8億嘅獨棟別墅以及上海陸家嘴頂級公寓拎咗出嚟抵押，連私人飛機都擺咗上台。結果澳門金管局日前就將呢一個賬戶標為高風險。跟手該男明星喺內地超過5大品牌代言，即刻割席。對於該男星嚟講，呢一次似乎係一鋪清袋。不過有官方已經出嚟辟謠，傑威爾多次發佈聲明，明確否認傳聞同傑倫有關，並強調佢嘅工作狀態正常，未受影響。另外，微博 CEO 指出，該傳聞最早可以追溯到2024年10月，認為缺乏實質性嘅證據。信息源主要為匿名賬戶或者係營銷號，存在動機同邏輯漏洞。雖然至今為止未有權威機構證明事實真假，但係傳言一出之後，網民唔理真假，先當消息係堅料。大家最關心嘅就係到底邊個咁夠薑輸咗10億？吹水台收集網民猜測以及部分內部人士嘅消息，有網民猜測事主可能係黃曉明或者係周杰倫。吹水台整理之後，亦都發現唔少關鍵線索。第一，時間線重疊詭異，雖然報告係2025年3月出嚟㗎，但網民發現同2024年10月流傳嘅周杰倫喺澳門輸咗20億嘅舊聞高度相似。當時有博主話，周董喺新加坡金沙娛樂場一晚輸咗4700萬台幣，搞到連演唱會酬勞都要貼錢。不過後嚟爆出係謠言之後，該事主刪除咗賬號認錯，加上周董公司冇正面回應，事件就不了了之。今次網民爭論到底係舊料翻炒定係新故事撞橋，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吹水台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可以出更多影片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